后来继续来到高雄，嘛是伫要无水通用咯。高雄市政府联合着水利署、南区水资源局，要来弄60口的水井。伫完工进前，先为台南的南化水库调水来饮用。也毋过台南本身原来真欠水，台南的莲花池拢已经打起啊。每岭的乡亲挖壳的涌泉出水啊，嘛枯竭咯，这个生活受到真大的影响。空污严重，高雄全面启动起井作业，会陆续开60口井，按说会使提供12万吨的地下水。太好做啊！你也歹做，为了摆嘛做。起井需要时间，高雄大家用水阁需要10万吨左右，敢若会使自台南南化水库调水。不过台南的水情共款无乐观，敢若会使赶紧起井。看这莲花池一滴水就无，规个大窟窟，叶仔拢要打起。敢若少数开莲花，农民惨想拢唔敢想今年莲子的产量。无雨水去甲压吼。大了拢足歹啦，而且长久无落雨吼，井水嘛抽甲无水。过一个月就是莲子的产季，不过今年真欠水，互农民拢变受灾户。受损的依据我们这样的一个调查，应该受损达到20-30公顷。唔但农业受到影响，每年风景区原本10个所在拢有涌泉，会自边的坑流出来。当地居民嘛，定定才讲来使用，对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水源。不过即马完全拢打去，连土原本的湿度嘛拢无去。变成有的农民哦，伊无够水，只好去山骹再自来水开山顶用。当地居民讲，30多年以来唔捌断水，竟然伫今年拄到。今年的少雨和大旱已经对生活造成真大影响。